感谢大家今天过来，我是迷路人威龙扒手，来自高雄，这首歌 Reverse 送给你们，谢谢。我们开始计费，还要兼顾薪水，万一越不顺感到心碎，有时可能感到心的积水，让人感到钦佩。参加时的经验，现实的朋友他们嘲笑我讽刺，被封在谷底，平安现在开始讽刺。那些人对于不觉得到讽刺，当舞台唱得太爽，差点被阻止。他们都说你唱歌很公平，追逐了梦，还是幻想的错。现实的人让我把它找回，才不会因为失去直觉而招惹谁。虽然今天的时代对你未来的恐惧还是有力的澎湃，但手里拿着歌词本，心中唱着根本无惧对手本。哎 ，Never give up, never I will stand down. No matter what the fate just be down. Turn to crossing you know, maybe you will come today.所有人都蹲下。
be now. Can't you not see the Lord? Maybe you will come to take.